以后，感觉大家都会把这张图当成一个热门的同车赛道，所以大家都不会出去训练。主要是整个常规赛打完之后，大家对于这张地图都会有一些防备。真的好稳啊！后面两个人都跳秒了。2个8分。哇，1把5分。而且这还是 RDG 选择的首图。是啊，1局5分 ，RDG 的首图。现在可风好后悔啊！怎么说？为什么要赢这个计时挑战赛啊？不如不选是吧？交给对面。之前再怎么这个首图也没输5分呀。主要是这一局在前期起步的情况下，月上的2波对抗并没有占到优势。虽然在第一个断空下来之后，他的名次是比较靠前的，但当时正好是 KZ 的2人组卡在前面。那其实后续的几个弯道是不利于去对抗的。是。然后来到那个弹射点之后，由于自己的路线还是太过于极限的情况下，是撞到了那个跳台上面。对。这第一局啊，说真的就有一点花了。RDG 这边从他之前比较打的漂亮的2v1来看，基本上都是前期咬住比分。那在每一局当中呢，他都有纠缠的能力。但是如果说前期如果要被拉开一个比较大的分数，他们好像是没有太多的赛道，或者说其中更有代表性的赛道去拉近比分的。或者说保证赢分的，这个好像没有。是，就是稳拿分的赛道，可能得看选手的状态。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印象当中有稳拿分的赛道的话，那一定是选手一个非常突出的个人赛道。我这边又是2个人挤着去断空，所以比较危险了。是啊。角色江西，4辆桃粉恋歌。前2个赛道前3张图打起来都不会有任何的赛制差异。发球。甩尾出来，看看这边拉一侧身，路线其实有被干扰到。对。甩尾被顶开了，这个位置凌晨。出弯又上墙。是前面速度有点慢，所以这个惯性用不出来。对。因为那个进道本身就比较宽。右上现在1卡2啊，1卡2现在对于 KZ 来说有点难受，因为 KZ 2名选手的距离也太近了。还是要去有一个主次，看谁去先追。但现在这样的话就还好。我发现这个断空点其实有很多选手喜欢走右边，因为这样感觉就断空的路线会更好找一点。下面的转向会好一些。是。但是走右边其实容易被卡位的。因为你断空下来之后，容易被内置位的卡到一个内道。刚才这个快速确实是没有点飘快啊。对。我觉得阿毛如果后面有一些快出点的话，他应该比较有机会，有对抗的机会。但这个弯道来看的话，这里快出点的巨快，是他出弯很快，跟月上有一个弯道出弯的速度上差异。是后面还有一些快出点，如果按照现在0.2的距离来看，有点难碰。但是到最后的 ECU 释放点，如果释放完美的话，是能够有反超的。是的。然后后面2个卡在1.0的2名选手，这个快出又拉近0.1。有卡位的机会要看 ECU 点飘过来以后迈入内，还是月上守住了路线。对，阿毛的 ECU 放的有点歪。是的，RDG 借着 KZ 这边的没有反超成功，拿到了这1分的优势。这局还是拿的比较不容易，因为毕竟是靠月上一个人在上面去1卡2。但是确实从状态上来看还可以。今天第1张图的话是自己路线出现了比较大的掉落，所以看不出来说有多大的一个意外性。是的，月上这张图细节是真好啊。是这张图稳住了，轮番进攻，而且阿毛的快出在那么快的情况下，都能够通过一些小甩、点飘把路线守得死死的。是。其实刚才在后面有几波，就在我们之前认知里面，甚至后置位优势是很大的，都能守得住。对，重
就因为是这张赛道，它后置位有非常多的弯道，就是从我们下了那个房子下去之后，其实就是来到了连续出弯的点。对，你每一个出弯其实距离很近的情况下，阿毛都可以去碰一下。但这张图也仅仅是只有1分。阿诺没有弹出来。对，阿毛这一波对抗其实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。是的。而且阿毛的那个对抗是完全想在进道处先去卡开月上，但是他的车头方向完全没有对准的情况下，就是斜着去释放了 ECU。林程这张图最佳成绩1分18秒93啊，有点久远。或者说跑了也没跑快。因为上一次在对战到 KZ 的时候上的是可风，所以他这个赛季没有跑过这张地图。对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不然单看这个成绩都要被拉3分啊。但是我觉得这张图就算跑不快也能跟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。对，别失误就行。甩出来，月上这个位置还不错。对，这张图起步的位置谁都有可能跑，唯独阿诺出不去。对，阿毛的话是在这个进道弹射被卡下位置，所以没有弹出来。对，月上上墙了，这个出弯是2名选手都没出来，把阿诺放出去，这不是个好消息。而且月上那个失误，现在氮气节奏有点乱。对，阿诺相较于过往的这张图杀出去都要更早一些啊。弹过来看一下吧，后半段要追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只能先跟住。甩过来，凌晨这边路线还要再调整一下。是。看一下林程这边后追的细节做的是不错的。撞好点，看这边氮气延续。几个延续，2个延续，少一段，对，3分没有做上。落地弹翼还能弹出来的，但是这细节被甩开了0.2、0.3啊。最后长直道，但是阿毛在后面也出现了失误，凌晨这边想追进1应该也比较困难。是1分17秒58，这成绩拿的是比较轻松的。这都不快，这持平，这局打平了。但确实由于前期的对抗比较多，所以整体4名选手在这局跑出来的成绩都还是比较偏慢一些的。对。但这局林程确实还是跑了1分18秒，还是18，对，18.9，还是没能跑得很快，毕竟第1名也才17点钟。这个跟最佳成绩是一样的。对。但也是这张图，即使跑不快，跟还是能跟的，微微拉3分就还行，有跑得快的被拉3分以上的。对。阿毛的话，后半段应该出现了个人的失误。在后半段失误，这张图就比较致命。因为感觉他俩在快出室内的时候那一段对抗会比较多，所以氮气节奏也是一方面。现在是相差4分。KZ 领先 ，RDG 来选择下一张赛道。是的，除了首图当中的5分之外，其实都可以接受。并没有拉开太多的分数。是。RDG 来选的话，首先过渡一首吧，可以打一首古蜀，但古蜀其实也是 KZ 比较喜欢打的一张赛道。古蜀这个时候上其实也还好，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能够再追回2分再上的话是最好的，起到一个过渡的效果。现在其实
你要说过度吧也行。因为4分确实也不太急。对。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处都想去抢位置。还选择了什么？啊？直接上西部了吗？哇，我觉得这张图，哪怕你 solo 再猛，2V你起步不快也不行啊。对，起步出不去的情况下，前期出现的意外性可能还会比较大。我去，这张图在2V已经多久没有出现过了？谁都不敢选的，几乎很少见到。这张图选出来真的是特别容易出事儿。起步，月上这把还真挺快，但是可能第一关道又被卡，月上把阿诺给卡开了。对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，RDG 是一个双领跑。哦，这样的话，看一下能不能收获到一些意外惊喜。对，这个意外惊喜就得看林城表现了。林城先放慢，果然，哇，这个放慢还挡了一下阿诺，但是阿诺好在 biu 了进来。但这个侧身拉上墙了，意外收获来了呀，这就是惊喜。而且阿诺都少氮气，是的，这个节奏还得再补一下。月上在前面也出现失误，现在林城不到了第一，但是没有太大关系。阿诺在后面还有失误，3.2、3.3。是RDG两名选手距离也比较接近，但现在为止来看是比较安全的。是。看一下下面，林城有点歪，是弹是有点歪的情况下，对，要互卡了，这个弯道也没有办法让。对，而且后面2.0、3.0这样的话都会变成1点几、2点几，应该能追进一点分数。看看最终一个出线成绩，1分00秒55，这一把机会把握了，但没完全把握。但还好，收获还是比较高的。扳回4分，分数上战平了，直接打平一张地图。我这把应该6分起。至少是要多跳1分的，多2个人嘛，2个人就2分，所以6分起嘛。因为刚才那个是2.7，2.7的话你不太好判断它会不会跳。但是在失误之前的话，其实是3.3。对，3.3，如果要是你能够稳住自己的细节，是不太可能会在后面几个弯道被拉进0.3的。是，两个人其实从中后半段就一直在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当中。对，就从那个出4人竞道那个点开始，就是林城放慢。对，那个放慢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想说这个点，感觉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凌晨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过弯节奏跟别人还不太一样。他会比较求稳。我觉得啊，如果说他是故意的话，那说明这位选手的赛场上的临场反应非常厉害。对，这个操作可能大家每一个人来到解说席，你去看比赛，你都能想得到，但你真正在赛场上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。但确实有的时候你在赛场上不允许你去想太多。这个，如果你有时候太刻意的话，反而你自己的操作会变形。对，但这个我也思考过，什么样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这样的操作？拿过冠军的，对他心态更好，被认可过的，对他敢背锅，心态上很好，所以你能够在任何场景下去做出就是你适应的一个操作。对，这个是在昨天我看温刹车卡位的时候，忽然想到了，我说为什么有些人卡位那么准，有些人卡位不太准？这个我相信在私下训练赛或者说你在排位赛当中，谁都有这样的意识去卡，那为什么场上做出来的操作却是完全不一样的？是的，就看林城跟自信其实很有关系。对，就是自信。但阿毛的话，确实在那个林城刮了一下前面，那就不是刻意的了，那真的是。冥冥中自有定数，一个巧合。就是如果这是最后一局，然后RGG需要追回2到3分，我相信凌晨会刻意这么做。但这个其实才第4局的话，其实还好，应该是都会优先跑好自己的。凌晨现在心想：哎呀，这赛道中设计这面墙咋就这么好啊？刚好。之前这带了一波都是大家失误的弯道，这一次小蹭一下，哇，后面2个人全都搅乱了。而且刚好是在这个关键ECU 点之前的弯道。所以这个西部矿山有些时候在落后分数的时候，我会建议选择就是搏一下。看起步，这一局超前基地，阿毛起步很快，林城没跳起来。这波甩过来，看这边严选上断空。月上今天能有这种起步，我觉得他们2V都是有机会的。起步只要出来，虽然他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失误，但其实对于整体的这种混战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对。
就是别起步就稳4就好。对，跃上之前起步稳4，然后一个一个追，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一定的冲线率，说明他后追确实很稳。看前面阿毛怎么选择，两个人都弹翼，但是阿毛这边有点被顶到内道。主要是前面弹射的压力大。对，有这一挡，强又挡了下阿毛，阿毛没掉下去就好。是，断空过来能先跟住节奏。是阿诺也反超了林城，现在两名选手都是要跳秒的，去看一下跃上在前面的细节。这个断空路线阿毛更好一些。没弹出来，跃上这一拖的话，但前序也没了。是的，又挡了一下，挡的是阿诺，可以挡到1秒，但是这个成绩都是能追进1秒之内的。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一种运气守恒一样？昨天跃上一直被千寻挡，今天跃上一直挡别人。这个总是要还回来的。这一次后面没人，所以阿毛的弹射就很稳了。看一下这一局，阿诺1.01呀，倒霉蛋儿，这一局打平。那这个一挡的话，就得怪跃上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局势，什么样的2V 局 RDG 能打好？就是你把比分咬住了，给他压力，对，然后又觉得有希望。RDG 也属于那种什么，你让我选图，哥还真选不出来。但是你选什么图，我好像都能跑，也都还行。那这局是大分小分都战平，阿诺选，对，就是 KZ 选，第4名来选。看啊，在 B 协这4支队伍定下来以后啊，我们会觉得E-Star 的整体实力是力压群雄的然后 KZ 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，是的，而这2支队伍现在看下来，反而都是被打得比较狼狈。整个 B 阶来看的话，其实我觉得4支队伍没有哪支队伍是打得很轻松的。对，包括你看 WBGM， 他们这2天其实赢的都还是比较艰难的。是，不过他们在赛前整体展现出来队伍的状态，确实要轻松一些。是的。还有，确实压力还是大。对，那第一天他得竞速3杀才能拿下比赛的胜利。是啊。但你像前2天 WGM， 我觉得不管是竞速还是道具，他们都已经收获了成功。那现在还有这样的位次，确实没办法，还要再拼一天。但今天就再努力一下，争取一下。而对于E-Star来说，也没有在赛前想象的在 B 阶能够做到降维打击，因为大家都差不多。主要还是状态吧，因为原本无论是从4支队伍他们的单挑水平来看，其实阿妮他绝对是有优势的。对，就可能说不会说有碾压之势，但是相对来讲，他在之前一路的成长来说，已经是一个成长比较完全的完全体了。而像阿诺的话，其实他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。阿妮2场是不是都是5比3赢的呀？昨天打阿诺，前天打跃上。对，昨天 solo 好像没有5比3，昨天 solo 好像结束的还比较快。那可能是5比2这样的比分，差不多吧，应该是5比3左右。但分数上来说，其实阿妮打的还是很好的。打跃上那局的话，应该是跃上先拿了前期领先的优势，然后再追上来的。昨天2V 阿毛真大腿啊！打9局均分上10，阿毛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过了？你看他这个赛季的均分你就懂了。对啊，这赛季均分目前只有9.1啊。阿毛在跟阿诺搭档以后，他的赛场表现就包括他的均分，凸显的就2字儿，够用。对。看下张图，选择到的是11城，好选。但是这个用车，凌晨跟阿毛用到了哈雷特，跃上没有用。没有，对，所以这个选择是有点大胆的，但是好就好在11城它是一张比较稳定的赛道。这个稳吗？你相对其他哈雷特适用的图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稳不稳取决于你对手跑得快不快。对，对吧？但是你要想的是，分数上可能好稳。现在如果跃上用了，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老街，然后让凌晨来用吗？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是这么对比的。对，所以说 KZ 这手选图选得好。对。但林城不好说呀，
你好像分数上咬得紧，他反而打的会更松弛一些。而且前期也比较稳定，对，起步就有一个0.3的优势。王后飘，对，林晨是属于那种分数被拉开，比赛有点花的情况下，他好像很难逆天翻盘那种。哎，阿毛这边一个弹射，但是会顶到凌晨的车尾，超是不好超的。是，主要前期这个落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，对，所以没办法通过一个弹射路线去完成顺势的卡位。而这张图其实对于阿诺来讲啊，他计时过弯有优势，但实战呢又是他的劣势。但这个过弯的节奏，凌晨应该是乱了。哎呦，断掉氮气。哦，点错了。是，他想点2下漂移，然后点了2下刹车。操作衔接出现了点失误，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，在人比较紧绷的状态下，你的手指会偏向于屏幕中间，所以你按键的位置会有一些偏差。这个失误有迹可循，但不能出现。主要现在因为一个失误的话，现在月上也上来了。完了，凌晨感觉又让，得让。对，但是月上刚才缺气的情况下，只能用这样的跑法，阿诺也反超了月上。现在林程加上哈雷特掉到了第4，这一局有可能是3分啊。月上还要再努力一下，卡西又被挡。哎呦，后面3名选手距离都有点接近了。对，阿毛前面稍微慢一点点，那阿诺这个点就能够没事了。不好说，现在2人都跳到1.2，后面3个人都搅在一起，有可能出现大失误啊。但最后应该都能拿到一个9分。2分。6张图打完 ，KZ 领先2分，下一局 RTG 来选。第7张图，只要维持住这样的分差就还好。打一张月上的图。月上的图啊？雪山和海滨了。相比较之下，可能海滨好一点。倒不如就打一些像西部矿山这样，我是我王土啊，我有理解。那我2V 怕你什么的？那苏格兰？苏格兰不行。是他王土吧？就你要说上强度的话，直接上。苏格兰强度太高了。节奏也太快了。天空之城呢？这个赛季2V当中选的还比较多的。你要选天空之城，我只能说有意思了。先看吧。因为确实是，2V 当中在本赛季当中有打过3、4次。所以可能会成为他们想要去打的这样赛道。而且你要把这首哈雷特交给对手来选，倒不如自己来选。是这么回事。尤其是进到加赛以后，如果 KZ 这边用哈雷特打一手霍比特的话 ，RTG 这边风险性有点大。是的。但现在其实你把哈雷特用完，你可以用孙悟空。也能打霍比特。感觉这个图，你孙悟空用完以后还能用奥蒂娜。对啊，你奥蒂娜用完以后还能用原机。这图真是挺厉害，所有车都能用。进阶单喷，阿毛在前面也有失误。是，这一蹭的话，出完是一个280的。林程看着月上在后面就不会跑了。但这个点其实是必超的，有 ECU。哇，真的是天空之城。月上这成绩还不错。而且我为什么说这张图选出来就有意思？这张图是赛前在调试的时候，阿毛自己练不说，还让阿诺说你练一下天空。阿诺说练天空干嘛？他们会选。对啊，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。阿诺问练什么车？你练哈雷特，全压中了。哇，这毛神啊，厉害了！数据做的也不错。对。他们应该数据还是由香蕉来做，更多的是他们在赛场一种感觉。而且可能平时训练赛，可能月上也老打呗。而且你练哈雷特这一手，阿诺
现在心里具有底儿。哦，果然是这样啊。哎，两个人出现了相同的失误，有点侧后墙。嗯，这边出弯，看一下节奏，是月上能够跟住，而且路线的视野点会更好一些。对，但这边是个外道被顶开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说真的在赛前你预判对了对手的选图，甚至说用车，这个时候自信心是爆棚的。是，但这边突围下的话，也要等一下阿毛。距离稍微拉远了一点，想要去对抗有点困难。对，但后面两位选手如果要不出现太大失误的话，出现了，好吧？现在感觉做到1秒以内是有一些难度的。是，但还是一个同分，毕竟是能够接受的。得看月上后半段，现在已经拉近点距离了。阿诺这一把是能够稳住的呀。哎，没有操作失误了，他没有飘起来，直接就是原地点了一下刹车。那这一局2分吗？啊，2分，2分的话，分数上是持平的。我感觉阿诺那个点好像是反飘了，然后他及时点了刹车去调。不，我觉得应该是，要么就磕了。对，就磕了一下左墙，然后就因为就是切到他的时候，听到这个刹车声非常的重。对，2分，那又打平，7张图白打，因为又是同车嘛。对。一样，好，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。这个没办法，你赛前已经预判到了每一个东西都按照自己走的，然后最后自己没跑好。因为这个赛季其实 RGG 打的最多的几张图就是黄天成，然后赤橙红叶、西部天空，还有梦古蜀。别的其实还有橘子江西。哇，这个转向能转墙上去，我是真的没想到。我这个，而且那个弯道吧，那个弯道大家之前难是难在什么？难是难在那个双压弹射。但现在双压弹射大家真的已经非常非常角度已经是比较稳了。对，而且你刹的稍微重一点，你是不可能出现脱飘的情况的。那有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啊，就是弹射点会有一个大家的通病，就是你弹之前会先硬拐一下。牵引。对，硬拐一下，然后你的角度会更好找一点。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多点那一下的话，就直接拐上去了。是，那下一张图是由 KC 来选择，第8张图，7张图打完，双方完全持平的分数。而且都是67对67、68对68，完全同分。没有一个人掉队啊！选手真的都有冲线，这场2v 太精彩了。那你说 KZ 会不会主动选古蜀啊？选不了了，第8张图得上难度了，快吧，8张图了。是有8张图了。对，我以为这才是第6张图。该第8张了。霍比特。哎，可以，我觉得完全可以。霍比特双孙悟空。现在就点名式，然后还有一张图就是他们之前可能说到的，但感觉不太会，就是阿毛很有自信的那张图。秋名山。对。秋名山的话用啥车呢？哈雷特没了，那就拿原级了。但实战冰魄相较于原级来说，可能还有点优势。对，不过你冰魄如果要是你用了，你还赢分了，那对方还有亚特呢。对方就肯定会选亚特，你就必须得会奥迪娜，因为赤橙是搬了的。还是不要，因为 KZ 其实。看阿诺啊，拐右墙上去了。KZ 的亚特有时候还挺僵硬的。左右啊，拐左墙上。左墙上。凌晨这个成绩，这是秋名山好啊！秋名山4辆原级，可以，那没有用车的差异，但是宠物这差异有点大呀。4名选手4个宠物，这个理解完全。帝皇魂师、火域龙息、瑞泽祥林，还有一个玉树玲珑，玉树玲珑起步动力强。4名选手4个宠物。看阿毛带的是玉树玲珑，起步动力强。哇，这个宠物好像真的比神冲起步还快。对，优势是有的。
哎，在这边角度不是特别好。是。看这个甩尾。林城这个光冒的是啥呀？凌晨的帝皇魂师吧。凌晨的春节奏不是特别好，而且入管道的时候先进行了一波略微的卡顿。对，月上现在反超过来了，月上回龙息，那这月上跟阿诺两位选手应该在后期优势就较大了。是，但月上这个点的话已经推出去。哦，这个点阿诺过的怎么说呢？快吗？不知道。反正感觉挺流畅，快，但是哎呦，月上又贴死了，卡住阿诺阿毛。对，后面所有选手全上来了，那接下来大家就各凭本事了。是的，但这阿诺也歪也蹭墙，月上再反超又被挤内线，连续2个人都依次通过。KZ 双领跑，现在也不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队友，因为大家谁抢到这个第一，谁就能够为队伍获得优势。硬卡过来，这个第一抢到好像也不是好事儿。我卡了一下的情况下，月上出现。我忽然反应过来，好像也不是好事啊。对呀，就1分和选择权，你要哪个？我要选图权啊。所以其他操作肯定不行。那还是霍比特。下张图还是霍比特。我觉得啊，刚才大家都被这个气氛给带到了。好像。觉得谁拿到这个第一，谁就是赢家。哎，突然就感觉3个人就一起在抢，然后突然意识到现在是一个同分。对，那可能这一面墙就会助你一臂之力。是的。哇，那这个图选的有意思啊。主要是领跑的没稳住，然后给了后追的机会。是。月上冲线 ，KZ 选图，就1分，真可以打霍比特。是啊，这种霍比特，我甚至觉得 KZ 和 RDG 就一方面受这1分的分数的心态影响，然后另一方面呢，就是 KZ 在第9局乃至第10局霍比特的一个作战经验，我觉得这一手霍比特 KZ 应该打。对啊。对整体稳定性和对抗来说的话，也会更加有经验一些。是的，这种选图权可以。最后真的是几乎是同日冲的。第1跟第4差了0.3级。1分。月上2连冲，看一下啊。凌晨这个中后点出来的速度明显不对啊。对。这太早了。我想知道最后这个是怎么歪的。转的时候直接转到了右边的那个墙角上磕了一下。他出弯的时候被月上也顶了一下，所以比较靠右，所以再转向过来的话已经调不过来了。对。这图选的很猛啊，但是我觉得这张图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，反而把意外性比较大，拉到了5-5开啊。是你这个的话，其实就交给命运了。而且。月上昨天这张图确实是出过事儿，但这张图谁又全程稳住过呢？而且就第1个弯道的飞跃就不好说。看一下起步，1左3右，那左边的危险了。好，都顺利通过。是汇合过来，看一下阿毛这边 ，KZ 13位4，这个优势还是蛮大的，但是林城这比较卡气。哎，月上歪了。是，那果然月上这张图可能这一周节奏都不太好啊。那这个节奏来说的话，确实是不太妙。但这只是起步。现在阿诺有想法的，阿诺就想上来碰一下林城。但林城其实每个关的节奏会比较慢，是，容易反而放慢挡了一下阿诺。
但越上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但阿毛稳啊，这张图阿毛的位次非常的安全，如果要是能够稳住的话，那对于林程以及岳尚来说是没有什么后追机会的。是的，已经逐渐拉开了距离，岳尚在后面仍然是没有拉近。反而3点几秒，这个距离有点太大，甚至前面不可能说一起失误把他等上来。但阿毛出现了失误，林程这边已经拉近了距离。有没有第10局？有没有机会来个第10局？内道过来，看林程这边操作太快了，断了操作。进阶过来，看这边中后点，氮气延续又被挡了一下，再开一个氮气。路线上的话，0.2秒没有对抗的机会啊！哎呦，这边又是断了。那阿毛最后一个弯道稍微求稳，点飘一下，可以说也拿到11分，并且阿诺处于第3位次，在分数上只落后1分的情况。最后阿诺还反超了林程，这一局 KZ 领先了4分，那相当于是反超3分，最后借着极速空港实现绝杀。恭喜 KZ 9局比赛，这局空港选的确实风险性很大，但是不管是起步还是在后续自身的稳定性当中 ，KZ 做得都非常好。主要是起步的话，岳尚这个点是跟 KZ 一起挤在了同一边，对，所以在前期突围的话也没有那么顺利。是，我这局林程最后明显真的是太急了。对，他其实也知道当前的形势，他必须要上去对抗，所以在对面给到失误之后，其实心里也还是会有些紧张的。是的，那9局比赛可以恭喜 KZ 先拿第1轮2v2个人竞速赛的第1大分。RDG 这场比赛其实只有在3比0的情况下才存在理论的晋级可能，而这1分被 KZ 拿到。RDG 后面的比赛虽然说相对来说少了一些包袱，但也没了希望。对，就整体来看的话，确实 RDG 今天的整体打得真的很好了，会比较严苛。对，真的很好了。这轮2v 在前期3张图打完落后4分的情况下，一局西部矿山把握住了机会，直接将比分扳平。后面一度陷入到焦灼，7局比赛还在战平的情况下，这局秋名山他们确实一往无前，对，拿到这1分的优势，但这1分在极速空港7星赛道面前，真的不容有失，一点疏忽都不行，甚至说这个优势等于没有优势，确实会比较困难一点。而秋名山的这1分的冲线，也成为了这整局比赛的伏笔。是的 ，RDG 这边双86，做的真的已经很好了。倘若说岳尚最后不失误，林程反超，那样的话是有第10局的。对，但没有倘若，也没有如果。9局比赛 ，KZ 确实也战胜了之前的梦魇，他们现在在进入到加赛，也是有着充足的带走比赛的能力。场均9.8，一直定1。阿毛再拿 MVP。来到季后赛之后的阿毛确实是真大腿。对的。再次恭喜 KZ 先拿了第1大分，也恭喜阿毛成为了本轮竞速赛的 MVP。说打的次数都非常的多，RDG 的话是打了8场4胜，